刚才把手术给您谈了吧？啊，谈了。手术这个情况，他们说是可以做啊，但是可能还是先把 CT 看一看。啊，可以。你先把这个情况排除一下啊。像我这样的情况，你多给我紧张一点啊！我现在我已经无法有点倒下去了呀。你还说你不？经济已经来不及了，真的。我就是跟你们说签个合同，假如万一我走了的话，我把我所有的器官都捐给你们。没到那一步，没到那一步，不要焦虑啊，不要焦虑。这个是个不大的问题啊，只是说那个凶水，我们看看是什么性质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需要，再跟我们讲。我的么子样大？您的这个乳腺的这个问题的治疗是有效果的，整个的复发的情况是最近才发现的一点凶水，啊，并没有确定是复发。这个心嘛，一下子绷是嘛，哦哟，我的又复发了。暂时还没有确定是复发，所以就不要去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啊，先不焦虑，您这个心情也会对肿瘤产生影响的。啊，你想那么多，就是复发了。你就开个车，过一天算一天嘛，还想那么多干嘛的？我们先看 CT 结果吧，好吧？这个他怎么的？他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在伪装，就是说他自己说他非常能接受，但是他实际上在我跟他爱人聊天谈话的时候，他悄悄摸摸跑到后面去听，对吧？然后又在第二次去病房的时候，又出现了一个情绪崩溃。一方面可能是伪装啊，在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对治这个病的一个开销啊，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自己所遭受痛苦的一个情绪吧。后续对这个病人的情绪把控肯定是很重要的一点。